淡湿暗粉的菜市啊，经过改造，嘛会当充满着文青的气味哦。高雄盐埕第一公有市场是1949年起的，到今已经超过1甲子。二次大战迄个年代，遐是驻台湾的美军采买物资的重要据点，闹热繁华，人潮汞汞滚。也毋过美军撤防了后，老城区就风华不再咯。市场嘛，敢若剩10外担的老摊贩。一直到青年设计团队进驻，启动8个月翻新改造的工程，这老菜市啊，才总算来展现新面貌。除了还原日式木造的天棚之外，文青的风格嘛吸引真侪青年摊商来进驻。继续，咱就来看盐埕第一公有市场告别破旧，是不是会当过来创造新的美好时代？盐城区真的是高雄最早、最热闹的地方，最好保留就是人群。因为这是老旧的市场嘛，我希望它可以带来一些蓬勃的那种朝气。我人的一生中一定有一座菜市场，然后对我来讲，毋庸置疑的就是盐城菜市场。透早高雄盐埕第一市场摊贩的手是无用面线，然后就水跟面粉它就是要表面要光滑。入口头一间有风面铺是传承70年的老店，大家早起第3代罗老板兄弟拢会分工合作，遵照古法做面。反正没事啊，骑脚踏车附近帮忙送面这样子的。现在生意不比以前啊，差很多啦。哦，我看他们那时候好像都就5、6点就来做啊，然后都要做到11、2点才有回家这样子，啊10点、11点这样，做到晚上呢。那时候盐城区很热闹啊，人很多啊。面条挂悬悬，罗家兄弟啊做成的身影是市场内面出名风景，吸引一日游客停落来翕相。多少啊？我800的。后壁罗记版图是由面铺两兄弟的阿一甲阿进开的，人人拢叫因罗伯甲罗妈。两人伫做事的时，加减的搭水管，互人客等待出炉的时间加正趣味。那你工作很优雅哎，很多糖啊，轻松自然，手很像在跳舞。确实在跳舞。以前你相不相信这边人挤人的地方，整条街都是满满的人，以前就是这样子。每天都是老顾客就要占了大概2/3，现在小朋友都已经当爸爸了，这带他的小孩来吃。盐埕第一公有市场离高雄港驶车要10分钟，是伫二次大战了后起的，到今嘛已经有70年的历史啊。1959年代，因为美国第7舰队协防台湾，和整个盐埕区成为繁华的港都，人潮曾经盛放空前。以前我们还有灌香肠，现在因为半退休了，就没做那么多了。交到合成肉虎，头家是要70岁阿关姨啊，伊本来是台南人。结婚后，对因翁伫遮开店做生意，即马老伴甲时大拢离开世间。伊完华这间店一路行来48档。以前我们这个店哦，差不多要5个人顾，就有一些肉户啦、香肠啦，还有肉燥，差不多6、7点人就很多了。那差不多40几年前了。那个调味料糖、还有盐跟味素，现在我就放酱油了。
你看这豆油滚过足香的。 1979年，台美断交，美军撤离，盐埕风华不再人口流散。前夜一时的盐米市场，暗淡的水泥甲铁片厝顶，看起来袂输是互人放袂记去，渐渐老去的人。1995当前，青年地方创新团队入来，带来活力甲生机。 好，这里是我们演艺市场的老店铺——裕丰面铺。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OK， 今天麻烦你们了。那这里也是同为一家的篓记馒头，这是我们的篓妈、篓杯。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充满活力的招呼声，有小可打断市场无用的运转。 社区规划师罗文馨身为台南的子弟，来到高雄读大学了后，伫遮住超过10年。高雄未输是伊第2个故乡。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，对我来讲，其实是我最享受的一件事情。现在这里的确就是另外一个家乡。那我只是希望自己的家乡变得再更好一些。阿姨高炸，对对对。 有我们李大姐的这种熟食的卤味摊，然后有我们阿姨，就是我们市场内部唯一的鱼摊这样子。啊，他们阿姨是市场唯一最高的啦，年纪最高的是我们的长老，身体最好的啦，最年轻的啦。阿姨你是市场第1名哎，很多第1名对吧？对对。这是。 2017年，罗文馨加入地方创新的团队，伊的驻点是伫盐一市场。 经过5冬，才摊上阿姨阿伯心内已经的挂念。当我来到这里，他们就会说你到底来这里想干嘛？怎么就是有一个人的工作是打钢跟人家开杠？然后这半年下来，阿姨们慢慢的就会知道说，文馨来当起放假，啊，你个去乱蛇啊吼，你个咧，就是个咧摸灰啊吼，什么都没有来。对，那你就会默默的知道说，在他们心里面，你好像已经开始刷到一些存在感了。 市场伙伴热情在光线集中下，更加为市场的人情味加温。那这是我在市场第一个认识的家人，洪阿姨。对，然后洪阿姨都会说，就是她一出生就是跟着这个市场一起长大的。这个。阿姨爸爸会说4国语言哦。哦，他那个日文超厉害的，日文超厉害，超厉害啊！国语是台湾国语，比韩国现在最近的。会晓讲话个。外省人爱嘴讲话呢，好听呢。哦，迄老一辈啲外省人做嘴讲话，讲足好听。啊，佮会晓卖互迄个美军，所以要讲一点仔英文对嘛。市场第2条航路的洪阿姨支店已经开70档啊，延续因老爸亲切服务的态度，有真侪老主顾。洪阿姨的人嘞，人怎么样？人很好，都会送我很便宜。摊商甲人客拢是济伙人，少年人对这款暗暗湿湿的市场拢无想要来。文馨甲设计团队争取推动翻新的计划，头一步就是为建筑的结构开始改善。原来的天花板其实是覆盖着整个的一个空间，其实当时候是看不到这整个的一个屋架的一个画面，里面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这些。现在有一点点隐隐约约的风，那甚至也没有光线，气味是不好的，它的空间的不友善，很容易会被说去这个超商是比较干净的。我们把天花板拉开来的时候，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楼板有一个叫做半楼啊。过去都是每一个摊商，可能是他的一个生活起居的一个空间，民众是能够更愿意走进去传统市场。设计师善用旧材料甲灯光，和游客视线自然集中伫天棚顶的传统日本式的建筑。是去让大家看到这些物件的存在，不要让它变成一个非常新的，或者是完全大家过去在真的记忆都完全不见的这个事情。改善管道甲照明，市场内变甲眼界正开阔，空气流通，小小的细节令人美目全身。洪阿姨，要请你食粿。这用这回到
今年28岁阿贤为岐山来盐埕闹市场创业，卖是阿嬷组团的好过。以少年的身影，在这阵摊商阿姨之间特别仰望。上礼拜第一次来早上，还有跟我们差不多讲解，很热情说，你当时来，你免遮早来啊，看我较来的好这样子，这里的关系都是很密切的。你好，你要买啥？超贵昂古贵。有挑过吹哦，延伸市场这里就是怕新的东西跟旧的东西融合在一起。我想象应该是说，可能晚上的时候这里也是可以很热闹这样子，然后大家可以一起聊聊天，然后互相认识。来到中午，生鲜摊贩陆续打烊，不过演艺市场已经准备换上另一番风貌。到了晚上，点亮灯光，演艺市场变成文青市场，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青年摊商。来，现在看我们拍一张 ，OK， 我这边有个框景，然后加上可爱的灯，然后跟一些植物的元素都在。4年前我们还在 Instagram 上面的时候，就非常热络的去记录，比如说我去吃美食，或者是去旅行的地点，我就拍出自己的心得这样子，然后甚至获得一些很好的回响，所以就想说，我可以把这一个课程给具体化。暗时电火通明的盐米市场吸引少年人入来，加在起的光景袂输是两个世界。伫爱文念小教室的车对面，一间意大利式手工的披萨店，正飘散出饼皮香味。热爱料理的陈太祥翁阿母，本来伫台中开一间意大利式的餐厅，因为身体挡袂牢，就咧收起来回乡游泳。伫这个时阵，盐米市场的机会出现伫眼前。因为这是老旧的市场嘛。然后，因为我们进来会有很多年轻人进来，他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市场的那种充满了人情味啊，这个氛围会慢慢的围绕着，我觉得还不错。这个是洋芋泥节瓜 ，OK， 那就可以了。南意的风格的披萨的饼皮比较湿，它要夹着拿，要这样拿。我觉得如果旧市场它都没有做改变的话，就没有了。利用这些没有摆摊的地方，然后开放这些空间，青年啊，他们想要创业，就是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，就觉得会很热闹。70年来，盐米市场强要予高雄人放袂记，店铺的铁门一间一间拖落来，一直到少年人和真少的租金醒过来这打造创业圆梦的基地。我要再来呢。好，大家稍等一下哦。自己研发配方。对，我就觉得外面的西西里不是太甜，不太咸。来杯咖啡好喽。演艺市场这里很久了吗？开1年多了。因为我主要是我姐姐她也在这里开，然后她刚好也知道这边有一个出租的点，然后问我说我要不要做这样，然后我想说就试试看啦，最初始的一步啦，第一步啦。老市场变成少年人完成梦想的场所，总算脱胎换骨，找到存在新意义。传统市场的没落，它是老龄化的结果。年轻人他是愿意挽起袖子进到市场买跟卖的一个情境的空间下，我觉得那个被延续下去。因为他们都是卖下午跟晚上，晚上就不会觉得那么冷冷清清的，就比较热闹。我希望它可以扩展到原本旧的那些买菜的那些阿姨啊、阿上啊什么的，他们也可以接触到一些新的年轻人的东西。对于我来讲，菜市场唯一没有办法被取代的这件事情是人情味这件事情。如果人家常常在讲的一句话说，人的一生中一定有一座菜市场，然后对我来讲，毋庸置疑的就是盐埕第一公有菜市场。暗时8点，边的店面一间一间休困，电火关起来了后，黑暗中，盐米市场袂输是一座灯塔，将为老盐埕点亮新风貌。超过1架子的菜市啊，延续老店的真情。
加入新世代活力，走向新生。